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测试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牛奶大厂牌味全的林凤营今宣布要起价咯，不过这可能会连带影响到饮料店介绍甲胖介绍。旅游业者拢期待这8月中会当开放边境，而且7月中开始举办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来参加展览的业者偏去年加5成。陆军航特部伫个屏东救兵基地进行年度上届大演习成员操演，这直升机呢展示着发射威力。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甲咱民生物资相关的新闻。受到这国际原物料，还有这个饲料拢伫咧起价影响，国内牛奶大厂牌味全的林凤营，伫今日宣布讲，这牛奶要起价咯。只是讲这起价时间是还未来确定。不过这牛奶一起价，恐惊会影响到这饮料店啦，还有这个胖的介绍，随时拢有可能会来起价。天气热歇歇，无怪牛奶的销路是真好。规杯牛奶全倒落高接机做伙胖，不过受到国际原物料价格压悬，加上政府宣布起电钱，下半年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愈来愈大。出产牛奶的大厂味全林凤营传出讲要起价，做饮料的业者听到这个消息，嘛感觉真无奈。去年涨了3块，今年又涨了2块，最近7月份又涨了2块。对，我们是尽量不涨价了，我们现在是尽量不涨价了。那撑不住嘞。如果再涨了，这样没办法。这么都在涨。如果它的涨幅真的很大的话，我们这边势必也是会涨下去啊。因为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只能反映在售价上面这样。牛奶的起价是因为产地饲料价销大起，中华关福兴乡的业者黄尚正讲，伊的牧场饲1500只牛，牧草还佫有番麦黄豆仔配出来的饲料，今年的价销已经大起40%，一个月至少都要加开240万。农委会6月份决议产地牛奶的价销。1公斤起2块，也是拍袂平，经营是真困难。5月进前吼，比较着前1块的饲料价销吼，饲料已经起30%，哦，即马7月开始吼，要起一7角，哦，7角就带头要食10%啦，后壁佫有要起啦。这一个饲料价格应该已经到一个高峰，包括种植我们的。国内的5万公顷的硬质玉米，以及释放30万公吨以上的饲料米，来降低所有这些饲料成本的上涨。农委会表示，饲料价销已经伫高峰，接受会提出番麦甲饲料米来稳定市场的价销。味全林凤营强调讲，当时要起价起偌济，还未确定。另外2个出产牛奶的大厂，统一随讲目前也无起价规划，也若公传是讲8月份会搁进一步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伫咧讲吼，这人2骹钱4骹，永远就是入袂着。而且这一张1000块出去，定定是买无几项物件，拢无走加半块银转来。这物件当咧起价，毋若这弱势族群受到影响，连薪水只有3-4万的民众也是受到真大影响。毋若爱洗厝、食饭、交通费用，甚至搁爱提钱优厚时段。有当时一个月是存无几千块啊，若阵搁再要来摇囡仔，根本就大底。房租大概多少1万5哎。待遇多少？3万5哎，没有钱了啦。大人车警职员表示，伊逐工工时12点钟做5休1，虽然逐个月薪水有3万5，也毋过扣掉上大开销帮助了后，最近物价压力大，会当欠的钱无济。一个月存不到1万块哦。存不到啦，有时候5000块，还要吃东西啊。物价压力继续升悬，伫台北市生活上班族上感觉，像这位老小姐，月入过4万，说讲家己逐个月拢是月工作，因为扣掉逐个月固定的开销，发现生活费开销变大。因为最近物价起，这会当勉强拍平，伊讲家己拢伫要落伫3角线以下。刚好打平，但是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的感觉。接下来如果物价一直上来，没有办法有额外多的钱再去指引，因为现在的扣打就很紧了，节省少吃一餐，可以再多去支付这些通膨的增加的费用。จาก外口起价卫生做发起，刷落来7月电价跌咧起了后，物价压力提升。主计总处测6将公布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学者预判可能会比5月 CPI 年增率3.39%也较高。过往家福每个月申请的急难救助的辅助数字大概个位数或者
不超过100件。可是光6月份我们统计到现在，大概统计到6月20号，目前就有超过300户的家庭来申请急难救助。家扶基金会表示，受物价压力甲疫情相重冲击，需要帮助的人恐惊会哪来哪济，民众会当卡195七专线，也会当透过社福机构辅助。记者综合报道。台股今仔日也是受到这美股影响，初时台股一开盘就落106点，收伫咧14217点，指数出现这18个月以来上届低数字。另外，这台积电的股价也达到440块，是20个月以来上届低绩效。不过，这落嘅情形呢，无亲像顶礼拜遐尼凶。国安基金伫下晡要开会，决定要继续观察，再来评估敢要进场护盘。最近的大股票除息都跌得很惨，所以今年几乎都没有除息行情。就是以台积电为标的来看，它能涨，这个盘就会止稳；但是它假如再往下跌的话，真的非常不乐观。台湾股票市场7月除息行情看袂到，颠倒受到美国股市的拖推一直落。初时礼拜一，一个开盘就落106点，虽然有随较起，不过也是挡袂牢卖压，一直上演多空交战。中场是收伫14217点，落126点，佮创下18个月以来新低，成交量是2318亿。电子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水准是比较高的，美光是第一家释出这个财测嘛，那第3季的状况其实不是太好，手机还有整个 PC 的一个需求状况是不佳的，所以就会我会说接下来费半的这一些半导体个股释出来的下半年的展望会有一些下修的一个动作。一根究底就是在通膨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消费力道减弱还有企业成本一个提升之下呢，市场对于下半年的一个展望是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点。台积电初时股价个落破底，大落将近3%，收伫440，63.5块，创下20个月以来新低，市值61.4条。监管分析师表示，底线卖压震荡，台股可能会继续落价。现在的一个融资的一个维持率来说的话，还有257档，其实是在130以下的，所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断头的一个压力。接下来比较密集的美股的财报周，尤其是在7、8月份，就会进入一个比较负面的因素的一个利空的一个实现。台湾股票市场收盘了后，行政院甲国安基金幕僚经过讨论了后，认为初时台股落价的情形比顶礼拜已经有缩小，决定继续观察。初时下晡，国安基金委员会暂时无开会，后一礼拜也是会注意股市的表现，必要时阵也是会召开临时会，讨论是毋是授权国安基金进场护盘。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23045个本土病例，69个人死亡。这本土疫情出现这2个月以来上届低数字。另外，讲到这囡仔专用的 BNT 疫苗，还有59万档伫今早起送到位啊，会提供予5岁到11岁囡仔使用。另外，讲到这5岁以下的囡仔呢，是要来注射莫德纳疫苗，这时间可能要等到7月中。再送到位，另外时间会搁再公布。国内新冠本土病例创下这2个月来新低，指挥中心宣布，初时新增加23045个本土病例，有69个死亡。虽然死亡人数有明显降低，不过有一个1岁查某囡仔无慢性病病史，6月28开始持续咧发烧，烧了真厉害，29开始规分数会喘，甲喙唇反乌等等的症状。送急诊检查了后，为发病到死亡干了4天的时间，诊断是新冠肺炎并发脑炎。使用瑞德西韦免疫球蛋白、类固醇，还有降脑压药，以及免疫调节剂等等这些药物来治疗，治疗无效，有出现这个脑炎、肺炎合并休克的一个状况，不幸在7月1号的时候过世。中重症患者的部分嘛增加167个，其中儿童重症新增加一个 Miss C。这个3岁查甫囡仔确诊了后3礼拜出现发烧、起粒等等的症状，心脏加速加悬。目前还搁伫咧加护病房，也未脱离危险。还搁一个4岁查某囡仔嘛是重症，确诊了后肺炎合并喘气有困难，目前要住咧加护病房，情形还算稳定。目前儿童的重症数累积到83例，其中就是脑炎是22例，肺炎是16例，那 Miss C 的部分就是增加到26例。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6月初9至22日，台北入境的旅客内底，病毒基因定序已经完成的是182例，其中为着 BA.4 的有17例，
为着 BA.5 的有95例，两种加起来是占境外移入个案的61.7%。不过学者就烦恼讲，若是 BA.4 甲 BA.5入侵台湾社区，安尼过一天确诊的人数恐惊会加悬到8万例。根据他们的统计呢，1周之内他们的这个确诊的人数其实已经降得非常的低，但是还是从13%的确诊数上升到25%，而且大部分都是以 BA.5 为主。那根据估计来算的话，他们的传播速度 BA.5是比 BA.2要快1.5倍。我们有看到这两株的一个变异株。它的这个传播力是比原来的 BA.2比较强，大概10几%左右哦，但是它的这个重症的几率事实上也没有提高。今年第4批采购的辉瑞儿童疫苗59.400吨，这是早起已经送到桃园机场。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完成通关的程序，接下来会做检验甲封检，未来会提供给5岁至11岁的囡仔来做，包括做第2档，还有确诊了后让3个月的囡仔。这批疫苗的期限是到今年的12月30。今年采购的辉瑞儿童疫苗2203200吨，目前已经全部送到台湾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有一个8岁查某囡仔，伊注第2档的 BNT 疫苗了后咧，落尾就出现发烧，变甲唔知影人，送到病院有关是救无回来。今日检方活动法医验尸，家属是希望找出这事情的真相。法医检验了后，无发现到奇怪所在，会搁再调这囡仔看诊的记录，加化验检体来确认这囡仔的死亡原因。检方甲法医伫测试对不幸死亡的8岁查某囡仔进行解剖，要查清楚死亡的原因。查某囡仔家属强忍唔甘的情绪，也来到桃园殡仪馆，坚持要找出查某囡仔死亡的原因是不是甲疫苗有关系。要打完 BNT 就造成这种结果，所以现在就是采样回去再做检验，了解一下这个死因，为什么打一个 BNT 会马上让心脏来做停止？这个药效是不是太强？是什么还不知道哈，还在等检验结果。桃园路到8岁国小的查某囡仔，顶个月24伫学校注第2期 BNT 疫苗，不过27发烧，伫厝内昏去，紧急送去部立桃园病院使用叶克膜抢救，而到病情并无较好，急救无效，移入叶克膜，院方宣告死亡。家属是这个查某囡仔第1期做的嘛是 BNT 疫苗，敢若手骨会痛，无想到注第2期就出现这种的情形。法医这边有进行解剖，但是解剖的结果目前还没有收到，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参加解剖过程的爸爸表示，法医目前也看不出来有各样，也听候检验结果出来。桃园检方是指出，会调阅查某囡仔就医记录，也甲采集检体报告、甲完整解剖报告，综合比对研判了后，才会当确认死亡原因是不是甲疫苗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甲新北对去年开始针对感染到武汉肺炎的往生者家属咧，有发70万块的慰问金。资金来源是防疫捐款，不过有民众投诉讲，这台北市发这个慰问金伫5月底已经偷啊花停啊。台北市社会局也表示讲，这寡钱拢是民间来捐款，有7000多万，不过已经拢开了啊。要来讲到新北市的部分，目前还佫伫咧办理。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年6月中，头一个宣布要运用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防疫基金，发予户口伫咧新北市确诊死亡的人因家属10万块的慰问金。台北市嘛有拨款伫咧办理，不过最近有民众投诉讲，台北市的慰问金干那发到5月底，6月了后确诊死亡者的家属都领无啊。所以当时那个COVID-19过世的人，我们有花10万块，后来这个钱就用完了，所以如果要花的话，还要去募款的。不过现在通货膨胀，你知道，现在跟企业募款也比较困难了。不过这样，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募到钱再花嘛。社会局讲，去年头一届向民间捐款管理委员会争取慰问金的经费，迄当阵协拨4000多万，到今年5月疫情爆发，各用3000多万来运用，目前7000万已经全部拢发了啊。市府要编预算，或者是动用灾难的准备金来发。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几啊届强调讲，新北市发10万块的慰问金是袂停落来。目前已经协拨7000多万，而且持续办理当中。也若卫福部进前都已经有提供确诊死亡者的家属10万块的丧葬慰问金，减轻办后事的负担。目前针对染疫死亡都是请民众直接申请卫福部，或者是我们协助他们透过我们来申请卫福部的死亡慰问金，我们自己没有再额外的编列预算的。
根据卫福部公布的内容，追溯到2020年1月15日了后，为着新冠病毒确诊死亡的人，每一个人发10万块的丧葬慰问金，而且若是已经有领地方政府相关死亡的慰问金，嘛袂影响卫福部慰问金领的资格。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渐渐在稳定，想要出国的心情，就必须是这鸟仔想要飞出南共款。这确诊人数当咧减少，旅游业者也拢期待讲，这8月中会当开放边境，而且7月中开始举办的台北国际夏季展览，来参加展览业者偏去年是增加5成。也有旅游业者表示讲，虽然这观光局也未开放带团出国，不过因会用便捷方式，就是这旅客先买自由行出国了后，到当地会安排导游来接待人去。后疫情时代，通机场明显人有较济，虽然航班也是无偌济，不过已经有未少趁休热出国的旅客。他们去纽约，对，是去玩吗？去玩。会担心疫情吗？都打了3剂了。反正国外现在没有什么疫情了，对啊。那边也不用隔离，所以比较不用担心。目前等来台湾入境虽然也需要隔离3+4检疫，不过旅游业者普遍认为，8月中了后应该当全面解封入境免隔离。观光局进前已经放令旅游业者会当开始行销出团产品，不过也未使卖。目前旅行社出国的产品，敢会当卖机票加酒店自由行，业者还有变通的方式。在当地的部分，我们就会跟协助，就是旅客在外站的旅行社的部分呢，由外站的旅行社来提供行程，那我们协助消费者做一个串接的预定。解封了后，对团的介绍业者初步估计应该比较早加3至5成。不过因为民众真久无出去啊，而且也是真侪人要出国，看好这届机会，7月中举行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参展业者都比去年加5成。旅游作家提醒，后疫情时代出国爱特别注意，也是有部分国家要求 PCR 报告，机票介绍普遍比疫情前较贵，若是有预算考量，会当比较无共航点来选择。短期的这个机票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这么漂亮，但是像目前联航，比如说包含菲律宾啊，或者是飞越南啊，其实都还是有维持大概4、5千块的这些竞争力。观光学者分析，因为欧美国家观光解禁较早，初步观察国人出国旅游颠倒是长程线较济，建议政府会当明确公布解封规划，予旅游业者有时间准备，也提早调回人力运用。目前旅游业所属的资源服务业，伫劳动部上新一期的统计，也是无薪假人数上悬的产业别。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早起7点外，台铁区间车因为有旅客呢赶行李，这大包细包发出声音，引起一个查甫人无欢喜，随甲一个旅客当场换起来。列车长赶到位的时阵，有回报这个后一车站，希望讲会当协助叫警察来。这落地站的站长说讲，伊无早手机伫身躯顶，叫列车长家己敲电话报警察。面对着这款的事情、这款的发生，处理这款的事故，敢讲无进前无演练过咧，甚至处理这款代志，敢讲无 SOP， 咱做回来关心看卖。列车到站，查某人冲出车厢，叫人砸落来。伊好亲像因为车顶乘客行李箱发出声音大骂对方，其他乘客可能无效，双方冤家。女乘客指控查某人拍人，列车长也要求对方卖离开时阵，甲查某人扭闹。台铁台南车站上车后，不久遭一名不明男子伤害，拍打右手背，踹脚。规个事件发生伫初四透早7点外，台铁312-7车次的区间车第5车厢发生旅客冲突。不过介入处理的列车长回报落地站报警，却无受理。列车长先用手机，然后通报110，然后值班站长再通报我们的调度所，这样会比较有效率，会比较快一点。落地站解说，值班站长手头敢若对讲机，惊耽误时间，则请对方先用手机报案。依照台铁流程，发生的第一时间爱先疏散车顶的旅客，刷来通报就近的车站到3共报警，并且通知调度中心。为了确保人员安全，列车长拢有配发喷雾剂。我应该会带那个喷雾的，对，因为我都有随身携带。说随身携带什么？喷雾器。喷雾器。对。因为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对啊，就好像情绪障碍的人。台铁落地站表示，2019年发生铁路警察李胜汉被刺伤事件，公司有配发喷雾剂，互当人接勤的时阵随身带。各运务段原有警察定点巡逻，后续要建议铁路警察加强巡逻，尤其是上下班的尖峰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咱劳工爱徛公平，所来关心到劳工的权益。中华邮政的子公司中华快递工会早起宣布讲要发起罢工的行动。工会因为不满已经有几多年拢无甲因调薪水，总和资方协商也拢无共识。落尾通过这罢工的投票，目前北区会员是用警告性质的罢工，也提出三大诉求。若准资方无回应，就会进行全面性的罢工。趁着最后伫咧罢工的中华快递北区外群员工，想要冲入去交通部电前，中华快递企业工会讲，公司几多年来拢无调薪水，造成人才一直离开。要么公司山对外找约聘的外群，薪水是开38000，但是负责同款工作内容的正职的员工，薪水只个啦26000到27000。工会要求比较母公司中华邮政建立调薪的制度。公司长期缺员的关系，变成我们一个人可能要做1.5或是2个人的工作。目前只有北区但是如果说他还没有给我们正面回应的话，会变成全国。中华快递是中华邮政公司转投资的子公司，主要业务是快递运航票据。工会讲，财产依照程序进行罢工投票了，已经摕到合法的罢工权。自这么开始，北区员工无提供劳务，算是警告性的罢工。全公司200多位员工，目前有130人罢工。工会提出调薪5000块，建立调薪的制度，正职的员工薪水袂当比外包派遣较低，三大诉求。也无排除会扩大罢工的行动。董事有11位，我们都要去逐一拜访，让整个这个资料周延看看他们有没有意见。原则上这个月会开一次临时董事会，但是哪天呢要董事会决定啊。中华快递讲，财产甲工会已经进行会议协商，也过无共识，但是会将工会诉求提去董事会，按照程序研究对策。但是工会正不满，认为资方只是伫咧推脱，继续伫咧交通部头前静坐抗议，要求交通部长王国材唔当互邮政子公司变做废官企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立委批评讲，这台北高尔夫球场11位董事当中有6个是军方推荐的，而且有军方背景的董事长加总经理来遮占这2块趁钱，佫会当领特几月退休金。军方表示讲，这个球场是财团法人的司法人民间机构，无受到相关的法律规范。几位拍球的人伫古岭推荐，这是位伫汤圆路德的财团法人台北高球俱乐部。虽然是财团法人组织，所甲军方有密切关系，11位董事长有哪些是由国防部推荐退役，还是现役将领，经过会员代表选出。像相片中穿西装的，捌担任空军副司令的现任董事长林福伯，穿胶仔色的是捌担任陆军副司令的总经理李清国。有立委批评2个人除了军方过退俸，也佫会当领球场的薪水10万到8万，薪水比国防部长也较悬。但是我们从里面的这个结构来讲，就知道军方是有人事的权利嘛。那这样子就是闪避问题。那我觉得一直被这样子挨骂也不是办法，要做出改变才是正道。进前民进党立委罗致政也捌伫立法院国防委员会质询批评，根据陆海空军事官服役条例，领将新俸的退役军官，佮担任公职的薪水上限是34470。为安怎到台北球场做董事长甲总经理都无受规范。不过当时的国防部表示，台北高球是财团法人组织，最近考请移政事部也发函国防部确认。退休之后再要停止月退休俸，我们有一定的规范，所以我们就函请国防部说明一下，他们跟这个案子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所以现在还在厘清当中。台北高尔夫俱乐部它是属于一个司法人的性质，国防部并不是台北球场的一个主管机关，也没有介入它的管理营运，所以军退的员工依据球场管理的规定来领取薪资。国防部再度强调，台北球场俱乐部是依照民法第60条设立为财团法人，属于司法人性质的民间机构。国防部唔捌介入因的管理人员。球场来自军方退役的员工，依照球场规定领薪水，无受34470块薪水上限的法律规范。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人讲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架子。伫咧澳洲的新南威尔斯省，对顶礼拜五开始是连续落几落天的大雨，地区这雪地郊区当咧做大水。这个餐厅、加油站抑佫游乐场拢伫咧淹水当中，水也未水败，因为水伤过济，拢规个拢溢出来咯。当地政府是赶紧向3万人发出疏开命令，爱居民爱赶紧撤离。积水深甲看无路，麦当劳加油站、摩天轮底部、面街全部浸伫水内，民众差不多寸步难行。澳洲新南威尔斯省顶礼拜五开始落大雨，地区雪梨几落的郊区大水灾，主要的水坝甚至因为水量伤大，一暝就规个满出来。The level of the dams, there's no room for the water to remain in the dams. They are starting to spill. The rivers are flowing very fast and very dangerous. And then we have the risk of flash flooding depending on where the rains are. 新南威尔斯省真侪所在车衫落雨量超过200毫米，部分所在甚至达到350毫米。当地政府车衫紧急对差不多3万人发布疏散命令，也是警告民众对一直淹大水，真正强要指责袂掉。They're saying, it's a one in 100-year rain, 1 in 100, 1 in 1,000. Well, where does it stop? We're over it. We're so over it. 4 times in 3 months is a bit much for all of us. 到当地时间初时为止，已经有几多10人无法度出来，包括一只靠潜伫海岸外的货船。大雨到礼拜一也是一直落。澳洲气象单位警告，落雨量也佫会增加，恐惊会造成18个月以来上严重的大水灾。澳洲联邦政府是启动应急的计划，随时准备协助救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讲到最近这气候反常、高温破纪录，意大利伫因境内阿尔卑斯山冰川，这三可能是因为这天气变了伤过热，规条冰川这冰洋气放落来，结着10多名被摔旅客，造成6个人死亡，8人受伤。民众伫空中翕到冰川崩落真惊险的时阵，边个个石头为山顶规个拼落来，沿路规个是硬碰碰，速度甲力头是真惊人。有人当场就去架入去，有人去弄到物件就重伤。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这个崩落的事件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国家救援队出动至少5架直升机，甲搜救犬，要来找这个失踪的人。救援的行动因为烦恼冰川会阁放弃，所以无啥顺利。发生意外的所在是伫意大利北部，海拔3300公尺的马尼莫拉达峰。伊是属于阿尔卑斯山的分支，是当地多罗米蒂山脉上悬峰，嘛是上大的一个冰川。6月底以来，当地小影车山地区马尼莫拉达峰出现-40度，真无正常的高温。冰站哪像因为安尼断去，大面积放落来，而且佫拄好是伫咧登山者真接行的路线。救援人员警告，伤亡的数字可能会真严重。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3月份的一个报告，冰洋气是全球暖化、破坏生态系统、甲基础设施造成的10大威胁之一。也佫经过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欧甲高加索地区的冰川，到这世纪末可能会减6成至8成，影冻土洋气影响经济活动，原住民传统生活受到影响，这拢是连带伤害。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6月30到7月初4是美国的国庆连假，加上疫情期间民众关了上过久啊，即马真侪民众拢赶紧想要出门去佚佗。即马出门佚佗人数已经登到疫情进前的水准咯。不过航空业说一个欠人，提出一寡航班就要取消，现场是变甲乱糟糟。另外，烟火供应商受到疫情加这路西亚帕乌克兰影响，今年有真侪城市拢看袂到国庆烟火啊。手挂行李排排啊，侪美国民众出现伫机场，不过就算有机票，嘛无代表会当上飞轮机，因为5天国庆连假，加上放连防疫措施，袂输只有放出人共款，大家拢出来佚佗。股市初一，就有250万人通过机场的安检站，比去年加1倍。不过面对疫情爆发以来，旅客数量上侪需求，煞因为卡手无够，各地机抓都爱取消或者是慢分。航班追踪网站 FlyAware 指出，美国初一取消587个机抓，超过6800个机抓慢分；也若初二是取消超过600个机抓，超过3300个机抓慢分。美国航空已经宣布，6月至8月机抓要减15%。原本应该是欢喜出去佚佗，所以调伫机场的民众是感觉真无奈。When I was going home this weekend to get home, I was flying with Delta and they canceled my flight as I'm boarding the plane. This was my flight from yesterday, 7:55, and
I can't even get home now. I don't know how I'm gonna get home. 过去2年来，航空业受到疫情的冲击，为着要省成本，鼓励员工提早退休，几啊万的员工是已经离职。分析指出，甲疫情进程来比，美国航空业的卡手是减15%，尤其是技术上欠人，航空交通大乱，真侪民众都归去家己赛车。Probably the option, probably drive and have a good experience and drive down to Florida because the price is too high. 美国汽车协会 AAA 估计，这届国庆年假，全美国会有4790万人赛车出去佚佗，差不多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情形。另外，受到疫情的期间，甲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地区供应链受到影响，包括亚利桑那州红红城、甲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等等全美国真侪城市，拢已经取消国庆宴会活动。公司新闻王雅峰编译。日本航特部今开始伫咧屏东九平基地进行年度上大演习新鹰操演，同时请阿帕奇这2种直升机发射飞弹展示威力。另外，海军的运输舰玉山舰正是到码头做静态测试，所以来海上测试若种符合标准，上紧伫9月就会当交会啊。发射。本市场飞弹击着目标，陆军航特部年度上大演习新鹰操演，测试起连续3天伫屏东九平基地举行。本市场攻击直升机首先登场，挂载本市场飞弹对敌机实施空中伏击，拦截敌机，模拟敌机飞弹来袭，但烈焰大声比画面震撼。除了本市场直升机，陆航也出动阿帕奇攻击直升机、OH-58D 战术直升机、CH-47运输直升机等各种机型参演，各对海上目标进行炸射、严正战略。陆航的空用武器包含了响尾蛇、刺针跟地狱火等飞弹，将陆军现役的精准弹药实施全面性的训练成果总验收，对于提升战力有非常大的帮助。国军最近积极操演，5月传出测试时阵，真仓积水的海军投资者万通级2栖船坞运输舰玉山舰，即马也摆渡状况正伫码头静态测试，收落来海上测试，那结果符合标准，上近9月就会当交南海军。这个玉山舰它的火力就自卫火力有这个方阵快炮，还有未来可能会搭载这个国造的海剑2的一个飞弹，大幅提高它的这个就是登陆区的一个防空的能力。玉山舰将会当集体强化海军平时会当救灾、战时会当作战的能力。即马台海局势紧张，美国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接受外国媒体访问表示，中国今次会攻打台湾，将是政治选择，已经过中国武力犯台。虽然不是真紧迫，也毋过美国犹原非常密切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台北市长郭文哲要互副市长黄珊珊用无党籍的身份去参选台北市长。黄珊珊今表示，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就是上好的准备。不过，民进党也未有派人出来，今后有风声讲是蔡总统一个日日等前副总统陈建仁答应参选，地区卫福部长陈时中想要退出来。不过，蔡英文陈建仁今日对媒体说是拢无来正面回应。因为讲到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已经开始拼选战咯，伊也讲市民上界期待的是每一人的政见。年底台北市长的选举受到大家关注，传出台北市长郭文哲决定讲，副市长黄珊珊会以无党籍来参选，要来拼选票超过哪里？我想这些每天蓝蓝绿绿在计算啊、弃保啦、合作，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市政民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事情做好，然后让市民过好的生活。市长之后选举会不会想办法来，希望宋主席也能够出面来支持？有当然是最好啊。那若赢台北市长的人选，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伫等前副总统陈建仁同意，何指挥官陈时中无想要出来选。民进党选对会会伫初5开会，处理花东县长的提名，到时敢会做伙讨论。台北市的布局嘛受到大家的关注。总统陈建仁有考虑要选新北市吗？双北是不是在等一个人？陈建仁。好，谢谢大家，平安平安，好。他们内部一直在计算。对，计算盘算，都是机关算尽嘛，是，对不对？但我觉得台北市民其实应该是期待的，谁能够带领这个台北市向前迈进，不断的进步，能够提出符合市民需求的政见。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持续拜访基层备战，批评绿营布局敢若是考虑派系利益，无顾市民的需求。也若高雄选战的部分，对一个大家得到国民党提名的瓜子温，面对论文门的争议，伊嘛主动提出来讲。我自己写的文章，我自己怎么样来做一个使用，本来就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范。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如果再有更恶劣的做法的话，绝对是提告的。国民党初时嘛委托律师去台北地检署告发人并册媒将也王达水诽谤，将律节目或者是网军，若是持续发布不实的谣言，无排除会提起诉讼。记者综合报道。澳门政府讲，3天内伫咱台湾的这个进口酸药当中检到2解有这新冠病毒，暂停进口1礼拜。农委会主委陈克中表示，这酸药未挖到病毒，只有人会挖到病，对澳门政府的做法表示遗憾，而且要求因着爱提出科学证据。另外，嘉义县长洪江牛表示讲，这中国是想要用政治方式来影响贸易，咱台湾人就要特别注意。我想还是再次说明，芒果是不会确诊的，会确诊的是人。再一次强调，酸药未传染病毒予人。伫最近，澳门政府3天内2遍自台湾进口的酸药的外包装顶头验出新冠病毒。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根据掌握的资料，台湾出口到澳门的酸药无多，而且出口的时间是6月15日前，这么这个时间点，互人真意外。希望澳门政府爱提出相关的科学证据。那连续2次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布，我们觉得很遗憾，而且一定要请澳门政府提供相关科学的根据。中国以新冠病毒为理由，进前已经暂停咱国的西半鱼加白带鱼输入1礼拜。陈吉仲讲，卫福部进前检验外包装，结果拢是阴性。这次算落来，深受其他农渔产品。如果向中国禁止输入，农业关系的市长也真担心。那中国大陆都是已读不回啊，那我认为这是违反，包括不适合在整个国际上大家在做生意的一个常规，所以我认为台湾人民是要小心。我想农业归农业嘛，政治归政治。深受国家级措施来帮助农民，农委会讲，自去年开始，相关产业就已经知影，只敢预估单一市场的风险。尤其是中国的市场风险性真悬。3年前，台湾水果外销有8%是到中国市场，这么已经降到4%，会慢慢调整，抑个加大产地基础建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斑进口，咱台湾民间用家己的力量来甲渔民斗相挺。高雄饮料协会就甲高雄的关会中心合作，举办关会送石斑的活动，总共送200多尾的石斑出去，这关会民众也拢真欢喜。南马溪关会式拜一罕得遮尔侪民众排队等买关会，初时这天来遮关会就送1尾石斑鱼，原来就预约这天要来关会的民众，拢感觉爆掉啊！还不错啊，因为我本身是在做半桌的，其实没有出口。台湾用的话，价格就不会那么高。有赚的，公汤好食。原来这一箱一箱的冷冻石斑是永安渔会出的石斑鱼。高雄受到疫情影响，最近欠货真严重。这摆永安渔会甲关会中心合作，按算要送200尾，鼓励民众来关会，嘛希望大家吃好到小宝。已经处理好的这个石斑鱼条冻哈，然后。也希望可以让这个来捐血的人带回去分享给家人。那请大家多多支持这个永安的石斑。我一天因为要种1100地的货啦所以原则上就是上无，阮在就7000地以上的货还有算安全。今仔拜下早啊，敢若5点9天尔尤其中昼护货才全部便宜了会剩4天，4天足少的。即马佫改做伙挺渔民。初时毛民间企业专工开车到武林区的3个部落，送280份的石斑鱼，予弱势家庭甲独居的长辈，希望大山区的民众嘛会当食到石斑鱼，支持渔民嘛是做公益。记者陈嘉文、罗伟做高雄报道。健保署7月初4伫阿里山乡的三美社区举办虚拟健保卡在地医疗人员培训课程，希望结合到医疗院所运用虚拟健保卡进行居家诊疗、视讯看诊，让山区的民众会当有更加方便，也当有好的服务品质。
利用远端视频看诊，伫山内的民众使用虚拟健保卡的功能，唔但会当透过镜头，互医生看到病人相关的医疗记录，嘛完整提供互山卡的医生了解。现在所推的这个健保轻量的 APP 以及虚拟健保卡，那目前用起来的话是觉得真的会有帮助，是因为只要一刷之后，我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我车程最少要1个半小时以上。如果说有虚拟健保卡，然后可以线上看诊问诊的话，其实可以缩短我们村民跟医护单位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反应。中央健康保险署7月14日伫阿里山乡举办头一场虚拟健保卡的在地培训课程，希望透过训练相关医疗人员，推广偏乡也是山区的民众使用虚拟健保卡。那虚拟健保卡上面就是有一个 QR code， 所以说，假如说是医师在看病的时候呢，他只要扫了你的 QR code， 就相当于就是你的健保卡的实体健保卡的读卡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端资料。那这样医师在给民众就做一个诊断跟治疗的时候，资讯就比较完整。去医疗这样子的观念，还有我们的一些数位落差来把它弭平，让在阿里山的居民他们都能够习惯，而且能够很容易的来使用远距医疗。目前国内已经有27万多人申请虚拟健保卡，600控制间地域病院诊所有提供虚拟健保卡的服务。健保署表示，虚拟健保卡结合挂号、看诊、检查甲领药的功能，为了要解决偏乡甲时代的数位落差，会继续举办相关的课程，互民众来了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都已经是大埔人大埔种做代志，就爱三思而行。顶个月的月底，伫咧绿岛海底有一粒含地理摩艾石相真小象的这个酸乌蛋去互破坏，想袂到伫前2天，伫兰屿的海底酸乌蛋也去互游客击击。所以因为兰屿毋是这渔业资源保护区，所以无法度加以处罚。就专家呼吁政府讲，应该全国统一，甲台湾海峡酸乌蛋拢直直去保护。兰屿的藏水教练伫咧龟母岩藏到6公尺深的时阵，发现这个酸路搭顶头，互人毋知用什么物件刻你好2字。藏水教练正生气，其他的藏水教练对这种行为也嘛无水准。2指啊，没有水准啊，这次应该是没人带着自己下去玩。当地藏水教练讲，应该是无请藏水导览员游客行为。因过兰屿也未列入国家公园，台东县政府也无伫咧列出违设渔业资源保护区。藏水客伫咧酸乌礁顶头刻字，无法通发。酸路专家讲，伫咧酸乌礁顶头刻字，酸路塘会死，影响酸乌礁的生态。目前国际上对酸乌礁拢有保育，政府应该赶紧立法，保护咱国海峡的酸乌礁。因为我们现在各县市政府对于珊瑚的采集呢，一般用渔业法，不可以采浅海珊瑚礁，但是又授权各县市政府，而不是全省统一。县政府这边会再找其他单位，大家一起来合作，赶快把这个破坏者揪出来，然后施予应该的惩罚。顶个月底，绿岛才发生较有名的摩艾石像酸乌礁互人破坏。即马兰屿的酸乌礁阁互人刻字，酸乌礁的成长正慢，如果多灾多难。目前海洋委员会所制定的海洋保育法也未通过立法院审查。专家甲离岛当地居民都希望政府甲立法院加油，赶紧有专法会当保护咱的海洋生态，唔能阁互海底生态被破坏。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行政宫是防晒保生大地，伫正电的龙虎岛生病咸变甲真严重。目前台南技术大学的团队正在征收，因也利用这水库内面的蓝土甲一寡环保的新材料，要来做施工，咱做伙来看卖。台南的大观音亭边啊，就是行政宫，正殿的龙壁甲虎壁刻大道公点灵眼医好后的故事，是展览大师洪华的作品。不过年久未侵，出现病癌甲碰讲。庙方报请文资处来修复，即阵由台南艺术大学古物维护研究所的团队，利用水库蓝土改造成的环保材料来施工。先做正面龙虎堵的一个除盐，都是把墙面表面的盐巴先全部都扫除。一些盐害比较严重的区域哦，其实还涉及到前面几期工程不当添加的一些现代材料，导致说盐巴它就是全部被封在里面。
然后会造成整片的崩解的一个状况。那现在我们的壁画修复师在做，就是移除这一些前期工程所做的不当材料。高级壁画修复师李志雄表示，要修复壁画，一定要先解决漏水的问题。通常拢是壁面处理好势，加一层防水擦。不过这水甲盐同款排袂出去，即阵该用环保材料，希望会当发挥吸湿排水的效果，来防止壁岩搁出现。如果要恢复成红滑的胶质陶，我们现在也没办法针对我们的壁毒打 X 光，因为墙体太厚。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确定下面胶质陶残存的面积有多少，比较适当的处理应该是做最低限的处理。所以我们目前都是针对第一个表面盐类的排除。壁画修复难就难在很多根本的问题都是卡在墙壁，对啊，墙壁又涉及到建筑结构，只能尽可能的在限制条件内，尽可能去维护我们的壁毒的一个稳定性，这样。水库的烂土改做环保材料，会当甲水甲盐排出去，阁真通风。不过过去毋捌用来修复古迹，这是头一个。庙方也希望即摆工程通解决壁岩的问题，为工艺传承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啊，若到真侪人拢讲食这苦瓜会较体好，真侪人拢真爱食这个白色苦瓜，讲这个青色山苦瓜有影较苦，不过这对身体是真好的哦。伫婚林赛咧，就农民用有机的方式伫咧种山苦瓜，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山苦瓜的口味较重，不过伊的营养比一般的白苦瓜搁较侪，所包含的成分对降血糖是真有帮助，内底的化合物会通减轻发炎。天气较烧热时，嘛会当食山苦瓜来帮助退火。这个苦瓜当中，伊内底成分甲一般的这个苦瓜含这个天然的胰岛素加出27倍。农民吴秋英是一个种苦瓜的高人，捌到过新农奖，种到今已经有超过50担的经验，一直以来拢坚持无要用农药。伊毋但改良种作有机的山苦瓜。各研发出无同的健康食品。一般的苦瓜是较早种啦，62年就开始种啦。这个伫咧76年才来发现讲，这个品种阮家己过去改良过，所以就开始来选择这种的这个山苦瓜来栽种。山苦瓜食日后虽然苦地地，但是算是一点一的好食物，热量低，营养悬，会使直接食。做各种的料理，嘛有山苦瓜茶通啉，做菜咸也袂歹。民众会当选择家己介意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讲到明仔载规天拢是透西南风，过到了后咧，台湾中南部地区、南部甲中部以北地区，也有各地头的山区，拢有真有机会落大雨，请民众着爱特别注意。讲到热天时啊，已经后一个西北雨落伫中昼后，明仔载气象咱做伙看上界明了。吉人到新竹对29度到34度，表列到云林对30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30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9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8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4点咱再相会。